Hi everyone！现在上班第一时间就会给大家去拍这个视频了，因为我知道在新疆呢，就是我们的疫情延续的比较久，然后大家在被隔离也大概有1个月了吧，然后好多粉丝给我私信说这段时间他们很颓废，然后感觉自己每天都等着开门的就可以做好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但其实有没有想过我们换位思考一下，有没有想过我们在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在学习的比如说在大学里面。都没有办法培养一些技能，因为没有时间，因为同时要完成好多任务，所以没有办法去学习英语啊，学习这个呀那个呀，没办法读书啊。你们当时就埋怨过，就是自己没有这个机会。那么现在已经有机会了，刚好这段时间也没有人逼你去工作，那这段时间还不如你们利用好这段时间，学习一门新的语言，或者是把自己那个不足的地方都给。这个填补起来，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们的计划泡汤了，我们还有更多的，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计划，我觉得，所以大家不要等着开门才能做一些事情，你现在也可以做。所以呢，我今天给大家送上一句话，那大家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去把它翻译出来，然后发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，或者是可以把它的英文给听写出来。If Plan A doesn't work, the alphabet has 25 more letters. So just keep moving forward. Have a nice day.